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到第9节。第1节，水焦的人来，才有水；无钱的人嘛来买来食，来买酒买奶，毋免钱，毋免代价。哪着开钱买袂食得的米，哪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米。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米通食，通享受上好的食米，互恁满足。恁着按耳孔听，来就近我，着听恁才会活。我要甲恁立永远的约，互恁得到我应允代笔，迄个确实不变的疼。我有指派伊做万国的见证人，做万民的领袖，统治因。你看，你会召集你以前毋捌的国民，毋捌你的国民，拢会总来投靠你。上主你的上帝要促成即个事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要互你受尊重，得到荣耀。着趁上主找会到的时，找求伊；趁伊伫身边的时，求叫伊。邪恶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，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。因着归向上主，伊会怜悯因；着归向咱的上帝，伊会宽宏赦免因。上主讲：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。天比地较悬，相款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，我的意念嘛比恁的意念较悬。